等一下。大家好，我是余一修。嘿，大家好，我是余一修，我是就读国立台湾戏剧学院大三丁班，就是歌仔戏学系。很高兴老师能够邀请我来演出这个卖药团的文化，因为我没有演过这种戏外、戏里戏外都要这种戏中戏的概念。那个演员上台是什么，然后下台是什么？我在戏中演的是撩脸的北部，他没有钱，爱不掉，没有 ring， 输了了，然后把自己的老婆拿去卖掉。哎呦，我无今年哦，才32啦，迄个面开有我咧丢咪啊！我着招伊来顶班，互我做小妹，我着甲改嫁，收伊的现金礼来行交税。叫哪一个师傅，想要卖我做大夫啦？要甲伊卖去放伫王仔厝，唔惊人骂我是乌夫。然后又要省那些小钱，卖货要礼数，所以要那些小钱。然后个人不知道怎么拿捏这种台下台上演员一个跳脱自己的这种概念，是我个人非常需要老师指导。然后演出这个戏，家里面有给我很大压力，因为我家里面是台中的剧团，我是第四代的那个就是学戏的。然后我爸爸每天回家就会说：“结婚去啦！”好，拿去啊。你家吃酒啊，不然距离啊，可能就他在那边念说这比赛，那比赛，黑不高文，那个看文不高，一时就三更半夜3、4点，然后明天又要上课，这样就对爸爸家里面的压力也给我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演好这一出戏，希望各位客官能够来捧场，看看这部非常好看的北流文化，谢谢。欢迎大家11月17、18号来到大稻埕戏院看露水开花，来看我撩人的美貌，看我有用功有认真来给我养修一下，看我撩人。多谢，多啦。